针对日本的核废水，有立委是质疑讲，日本政府10分钟就公布一届海水检测的数字，也毋过咱台湾一礼拜才提供一届模拟的数字。另外，针对碳14个点129拢无检测，核安会是表示讲，台湾离日本2000公里远，其他的国家嘛是拢用这款移步的方式来检测。也毋过核安会嘛讲哦，咱国内目前确实是无检测碳14的能力。 日本对8月24开始排放核废水入去大海，11月初已经排放3届，台湾继续检测。不过早起国民党立委郑丽文就质疑，为什么日本每10分钟就会当公布上届新的海水检测数值，台湾所提供的却是1礼拜无基数据？你起码每天的侦测结果可以出来更新嘛？是。为什么要预测1个礼拜？那你这不是在糊弄大家，不然是什么？随着距离越来越远，因为海水的一个稀释越来越远，所以我们大家都是用一个定期、一个频次的一个概念。立委郑丽文进一步质疑日本政府排放核废水有各种放射性物质，台湾却无检验碳14也个碘129。核安会主委陈东勇表示，这个物质国际原子能总署拢有自抢伫咧检测，不过核安会也破白讲，国内也无材料检测碳14。碳14跟这个碘129，其实我们是需要建立这个能力。 我也可以老实说，目前我们没有这个能力，所以我们在建立当中。有立委伫咧关心，中国有55座核能机组，21座还阁伫咧起，大部分拢设伫咧沿海地区。万不一发生核灾，台湾敢有法度掌握呢？境外核灾主要是以原子层为主要的考虑，这些机动式或者是固定式，它是每5分钟会传讯资料回到我们会里面。 立委也烦恼中国离台湾上届近的核电厂只有离马祖92公里尔，烦恼对方发生事故无要通报。关联会强调，目前设120座固定、100个机动辐射监测设备，若准辐射有发生变化，就会当随掌控到。记者综合报道。